越早開始做退休計劃，越冇咁重負擔，而你退休係越富裕，得唔得？明唔明？開始先買保險，30零歲開始退休計劃，投資就係呢兩樣做完之後，都仲有餘錢先至去投資，好冇？咁我係排個先後次序，幾多我唔同大家講啦。唔同財務策劃師有唔同嘅建議，呢個可能你真係要嘅咧。嗱，呢個我好嗱，呢個係一個 regulation， 即係一個監管嘅行為啊！嗱，呢一樣嘢監管嘅行為，我唔可以 cold call 嘅，我亦都唔做 selling 今日。但係因為有人問我資金如何分配，我答唔到咧，我又好似即係耍咗大家。咁據聞江湖傳聞，某間公司係有一個免費嘅服務嘅。呢度嗰張 leaflet 我唔會派俾大家，大家有興趣自己嚟攞。你哋攞咗有興趣問我，我就可以答你啦。OK？ 而呢個真係咧個特點咧，就係佢呢度咧，其實任何銀行都有㗎，有好多 financial planning 嘅嘢㗎。但係呢間公司嘅佢嘅嘢咧，就係佢特別因為退休，亦都有一個 program 去睇退休金嘅，同埋投資嗰邊嘅 advice。但係唔使定呢間公司嘅，你去所有銀行而家都有㗎啦。Your call。所以大家一陣間完咗咧，可以自己出嚟呢度攞份 leaflet， 有興趣可以留低問我，或者自己打電話去約個時間。免費嘅 ，OK？ 嗰個服務係免費嘅，唯一要錢就係你哋自己搭車去間公司嘅啫。呢個答咗咯，嗬？公司如何供款？頭先有冇答到啊？你現有公司你照供翻現有嘅強積金公司得㗎啦，你唔使理㗎啦。佢唔會個僱員揀咗其他公司，佢唔會個月掟過去嘅，記唔記得啊？每年轉一次啊嘛，佢唔係轉個戶口過去喎，個僱員係每年可以將佢呢個戶口嘅錢轉過去啫喎，所以僱主係繼續供喺嗰個戶口嘅，僱主係完全唔使做嘢嘅，完全由僱員主導，佢想轉嗰陣時就將呢嚿錢搬過去。答咗呢個問題咯，嗬？管理費受唔受影響？答咗咯，嗬？轉唔轉好？頭先分 fee service 答咗你啦，你自己考慮呢3個啦 ，OK？ 然之後供款工具同你自己而家嘅強積金公司講，每間強積金公司有啲唔同嘅。我會覺得中小企你少過10個人嘅咧，通常啲強積金公司會提供一樣嘢叫 calculator 俾你嘅，其實係一個 Excel 表嚟嘅啫，你填落去就 OK 㗎啦，好簡單嘅。我會強烈建議你用呢個咁簡單嘅表。第二，你超過10個人咧，你可以叫強積金公司俾一個 software 你。有啲俾，有啲唔俾，睇佢自己定位係乜嘢。不過你可以叫佢俾，免費嘅，就係真係佢你入咗去之後咧，佢自動幫你計晒不得已。嗰啲 software 通常仲免費一啲，幫你做埋 check in check out 啊，計埋173啊，計埋晒其他最低工資啊嗰啲。點解我話10個人以上咧？10個人以下你唔好搞啦，你填嗰份 Excel 算啦。10個人以上咧，你又要計173，又要計最低工資，又要成咧，其實係頭痛嘅。咁你就叫人哋俾個 software 你。通常免費嘅 ，OK？ 如果佢唔係免費，就係你自己諗轉唔轉咯。然之後你真係好大型公司，你就唔好叫而家強積金公司俾你啦，佢俾唔起嘅。因為當你好大公司嗰時，你用翻自己個 HR system 啦，佢俾你都唔好用啊。你用翻你自己嗰個，叫佢跟你嗰個。你話俾佢聽，我呢個 system 就係出呢隻花牛，你食唔食啊？我話俾佢聽，你咁大公司，佢梗話食㗎。佢唔食又係你自己諗轉唔轉啦。OK？ 所以係3個層次嘅，得唔得？而我俾一個 tips 大家，無論你用邊一個，我強烈建議大家做 direct transfer DDA 自動供款，唔好用 check， 因為 check 中間係會有 delay 嘅。我俾多少少資料大家，積金局好擔心追討供款呢一樣嘢嘛，佢好擔心僱主唔供款係嘛？咁佢唔可以擔心真係唔供款嘅僱主而放過唔小心唔供款嘅僱主㗎喎。大家做僱主都，我相信在座都可能試過，哎呀，阿老闆出差唔記得簽名咁嘅，咁跟住你就收到封恐嚇信㗎啦，好嚴重㗎。你冇供款，我又可以拉人，又可以封艇咁樣㗎。我就成日俾人投訴啦。喂，我供咗啦，不過嗰日啱啱銀行閂門，遲咗1日入啫嘛。我循例都要俾封信你嘅，雖然你供咗，咁你都唔想來波攞，又話拉人封艇嗰啲信收到㗎，得唔得？所以我會強烈建議大家做自動轉讓供款。呢樣嘢其實你係咪都要俾㗎啦？當然，如果你而家喺度聽都係諗住聽到可以點樣唔供款嘅咧，咁呢個係例外啦嚇。好，呢個答咗你啦。保證基金亦都有朋友問過嘅。喂，保證基金係咪好事？引申一個問題，我先講遠啲先。頭先我資產配置我講漏咗一樣嘢，越後生越買高風險高回報嘅嘢。個原因因為你越後生，我當睇台下呢啲15、16歲嘅啫。
咁你做童工開始，你買，你真係攞得你要65歲嘅。如果你拖到65歲，其實所有股市、所有嘅投資都中間有波幅，但係都係向上嘅。咁所以你係絕對有時間去控制你嘅投資嗰個風險度。但係越後生越買高回報高風險嘅，我講嘅，我而家都係100% 高風險嘅，喺我嚟講。所以其實我都係20零歲嘅啫。然之後到幾時呢？你仲有5年退休，你仲有5年退休，我覺得你開始要將佢慢慢轉去啲低風險，譬如債券基金，譬如保守基金，譬如保證基金。OK， 我會建議大家剩翻5年先去諗呢樣嘢，唔好太早，如果唔係你係浪費你自己嘅錢嘅啫，得唔得 ？OK， 好啦，咁保證基金咁幾時用呢？保證基金你真係需要保證嗰陣時用咯，而保證基金要留意嘅嘢，佢可能保證你有啲2% 啊、2.5% 咁樣，好似聽落幾好啊。但係如果我真係俾2.5% 喺時年唔好嗰陣時，咪好咯。但係大家記唔記得時年好嗰陣時，你買一隻股票，大家記唔記得8號仔嗰陣時，第一年幾開心啊？即係而家以前嗰陣時叫佢8號仔噶嘛，而家叫佢唔知咩街仔噶嘛。OK， 咁樣，所以我會覺得保證基金唔係唔好，睇你自己需要。睇你自己需要，同埋保證基金最緊要留意佢背後嘅條款。一般保證基金有一啲條款就譬如話，你買咗落去5年之內5、4、3、2、1就1、2、3、4、5。你第一年即刻 redeem 轉第二度呢，我收你5% 手續費。你第二年轉走，我收你4%。你第三年就啱啱 level， 第三年轉走我收你3%。第4年轉走我收你2%，第5年轉走我收你1%，第6年我先唔收你錢。要留意呢啲，你真係咪問心我5年唔走先？有啲係3年嘅，有啲3、2、1、1、2、3，有啲5、4、3、2、1、1、2、3、4、5，亦都有啲係 cap 死咗嘅。我保證你有2.5，不過我 cap 死你5嘅啫。舉個例，即係我投資多咗5咧，你都係只係收5嘅啫。你撞作好時年就見到啊8號仔頭嗰啲咁，你得個睇字㗎啦，得唔得？要留意呢啲咯。其實唔係唔好，要留意自己嘅需要。如果我諗過我仲有5年退休，又啱啱好第6年我攞錢走，即係唔使俾手續費啦。其實我又睇淡呢5年喎。好似而家又歐豬4國，又歐債危機，又希臘唔還錢，跟住美國又話乜乜乜咁。咁我呢5年我都覺得唔係幾好。保證基金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好冇？所以一定要清楚自己得唔得？好，時間問題，而家幾點啊？4:1，幾好啊，差唔多時間。大家仲有冇問題啊？可以關於退休，可以關於財務策劃。呢度我擺咗喺度嘅呢，就係有幾樣嘢。一個就係頭先大家問我資產配置，因為我真係要睇每一個人，我先可以俾意見，所以我今日唔會講嘅。如果你哋自己對退休或者投資有興趣，可以攞嚟睇睇。呢度有電話，自己 make appointment 唔關我事嘅。呢度有一張卡片呢，就係我喺財務策劃師學會作為。我都唔知中文點譯，理事會成員嘅卡片，亦都有我自己嘅 business card。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嚟呢度攞。事後有唔清楚嘅，可以 send email 俾我問。拜託唔好打電話俾我，因為通常你打電話俾我就係呢啲地方㗎啦，你永遠揾唔到我嘅。咁可以 send email 俾我，好冇？如果冇乜問題，我交翻俾我哋今日大會司儀，唔該晒。好多謝晒啊 William 咁精彩嘅分享啊嚇！咁其實咧，我哋本身咧登記嗰陣時咧都有2條問題嘅。咁但係我相信即係例如自由行嘅基金管理費會唔會受到影響？其實你已經解答咗。咁同埋公司係點樣將僱員部分供到僱員自己所選嘅計劃？哦 ，OK， 你俾我睇睇。係啊，唔該你。公司係點樣將僱員部分供到僱員自己所選嘅計劃？而該計劃係唔屬公司所選嘅公司。其實係頭先我嗰個嘅，即係我僱員揀咗一間新公司，其實佢供款唔係供去新公司嘅。我作為僱主，我仍然係供喺而家嗰間公司，而家嘅戶口。個僱員係每年申請或者選擇轉移，將嗰嚿錢每年一次攞走。我當佢掏空咗，係真係要掏空嘅。掏空咗之後，我作為僱主點啊？咪繼續喺呢個空嘅戶口繼續嗰年供落去咯。如果個僱員咁有恆心，佢咪年年攞一次走咯。OK？所以僱主係冇影響嘅，OK？ 希望答到大家。唔該晒 William 啊！咁不如咧，如果喺啱啱完咗答問環節之後咧，咁喺講座完結之前，我哋嚟影翻一張大合照。
備1、2、3。OK， 好，大家俾個 yeah 先嚇，係啦，OK， 好，呢邊繼續。預備1、2、3。好，唔該晒，俾啲掌聲啊！咁同埋，如果有任何觀眾咧，其實佢哋本身你哋有問題想請教翻阿 William 咧，你哋可以今日精彩嘅講解同埋分享嘅。多謝各位，下次見。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銀聯信託有限公司嘅業務總監 William 咧，為我哋擔任講師嘅。咁其實都想問一問翻 William 咧，其實點解會揀翻今次嘅講題嘅？其實揀呢個講題咧，我哋自己作為 BCT 啦，我哋公司啦，都覺得係退休保障咧係對市民好緊要嘅。咁我哋而家作為一個 local 嘅公司啦，都希望可以令到市民更加關注同埋了解呢個強積金啦，同埋半自由行呢個安排嘅。係唔該嘅。咁其實咧，亦都想問一問翻咧，咁今次嘅講題對領匯嘅商戶有咩幫助㗎？我其實覺得而家半自由行啦，強積金半自由行好多人已經明白㗎啦。但係咧，我就想喺呢度咧，令到大家如果有任何疑問或者係想了解更多嘅詳情咧，令到我哋更安心咁樣去準備半自由行嘅來臨嘅啫。係咁，同埋咧，僱主同埋員工咧，點樣可以善用翻 MPF 咧，同埋作為一個退休嘅生活保障啊？咁其實 MPF 咧，坦白講係一個非常好嘅制度啦。咁咧而家就啱啱開始，其實咧係可以作為一個退休保障嘅一個基本嘅保障嚟嘅。咁當然啦，喺今日嘅講座裏面，我都希望除咗呢個基本保障之外，若果領匯嘅商戶啦，喺其他方面嘅準備啊，或者希望更豐盛嘅退休生活咧，我可以俾到一啲內幕嘅心得佢哋啦。係，多謝晒。咁同埋咧，嚟緊11月新政策咧，對而家嘅 MPF 有咩影響或者機遇㗎？其實我覺得對而家嘅 MPF 影響先啦，第一點。咁對而家 MPF 影響咧，我覺得推行呢個強積金半自由行咧，會令到廣大嘅市民咧更加關注呢一樣嘢，咁從而咧令到佢哋更加會可以好理智咁樣去安排自己嘅退休生活嘅。咁至於有咩機遇咧？好坦白講，我諗機遇咧就未必係對普通商戶有好大嘅影響。反而咧係只不過令到我哋廣大嘅市民喺退休保障強積金呢邊咧嘅選擇更加有彈性咁解嘅啫。係，好啊，多謝晒你啊，趙生，唔該晒 ，thank you。係，你好啊 Joyce，首先好多謝你今日出席我哋呢個領匯商戶學堂嘅活動啦。咁其實想問翻阿 Joyce 係嚟自邊一個行業㗎？嚟自 fashion。嚟自 fashion 嘅。咁其實想問一問翻咧，你第幾次嚟我哋呢啲活動啊？今次第一次。今次第一次嘅。咁其實你覺得咧，今次呢個活動咧，對你嚟講有咩得着啊？了解多咗嚟緊新 MPF 個半自由行嘅計劃啦。咁作為一個譬如僱員嚟講嘅話，咁其實都知道我有啲咩權益咁樣咯。好，多謝晒你。咁同埋想問一問翻咧，嚟緊下次商戶學堂嘅活動，你會唔會有啲咩題目會想特別想搞翻啊？可能多少少一啲關於營商嘅一啲策略啊咁樣嘅講座啦。好嘅，咁我哋會接收咗你嘅意見嘅。咁好多謝你今次出席我哋嘅活動，希望下次活動都見到你啊！多謝你 Joyce。